好，我係 Elvin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好貼地又成日誤會嘅健康話題。你成日磅體重，但其實你知唔知，你嘅體重根本唔只係脂肪咁簡單。我哋成日掛住講體重控制、增重，但好多人都諗少咗一樣嘢，體重呢個數字其實係有好幾樣嘢夾埋一齊噶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。人體體重主要有四大組成部分，第一樣就係肌肉，男士肌肉大約體重嘅7-8成，女士都有7成左右。肌肉唔止係令你有力氣，更加係決定你新陳代謝快唔快、身形靚唔靚嘅關鍵。第二樣係水分，男士大約6成到6成半，女士就5成到5成半。水分係身體最基本嘅必需品，亦都係平時體重上落最大、最常見嘅原因。第三樣就係大家最敏感嘅脂肪，男士理想體脂率大約8%到12%，女士就15%到20%。其實脂肪唔係壞嘢，適量脂肪對身體運作好重要，千祈唔好當佢係敵人。第四樣好多人都忽略咗，就係腸道廢物，即係我哋平時講嘅宿便。腸入面積存嘅廢物同毒素一樣會影響你個體重數字，所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重點，以後你再搭上體重磅，見到個數字升咗、跌咗，千祈唔好即刻諗我肥咗或者我瘦咗，你要問自己，我係咪水腫，係咪肌肉多咗，定係流失咗，定係腸道未清積住廢物。體重控制從來都唔係淨係減脂肪，而係改善你成個身體組成，令自己更健康，線條更好。如果大家想知自己嘅身體組成比例，歡迎留言或者 PM 我可以幫你安排，亦都麻煩大家幫手點讚分享開去，等更多人識得正確睇自己體重。多謝大家。